等下咱先等 PPT 一下好，来当一边听。苏琴576。世清是那个回音师。歹势，因为因的 PPT 还袂好，歹势。请老师，互咱上尾一句就好。上尾一句好，谢谢。你刚才是对的，第一节2、3，你那港湾好像的一船，抵达后面拢有梦呓，无论啥事做开哪间大，困苦的日。第三节啦，因为是罗伯斯写的歌词，然后咱上尾啊一段的旋律会加唱一届，啊，咱做伙来吟第三节的歌词。无水通啉，水倒真艰苦，加速心跳，无咱身体。我为什么着伫这所在，着听伊人心意上帝。第三节，咱的上尾一句爱加唱一届，然后第四节就是照原本圣诗的歌词。咱即马来唱第24首，第1节就好。我心而乐。我心而乐，只管上帝，万民澎湃依靠的，社会伊的社会。
咱今仔练习到这，请大家闭眼睛做礼拜。就伫上帝的圣所称赞伊，就伫显出伊权能的强创学落伊，就因为伊大权能的作为称赞伊，就因为伊的至尊至大学落伊，所有的喘气的拢得称赞上主，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撒迦利吟诗学落上帝，圣诗第24首，我心学落至权上帝。我
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马，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拉多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三日对世人中活，上天那坐伫全能的马，上帝大名，伊要对兄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正路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大家来交托启文，启文第12篇，也就是诗篇的40篇，我来启，请兄弟做伙来引。我内心称号上主。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地中甲我砍起来。伊教我吟新的歌，唱歌学了咱的上帝。全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多，这事甲礼物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当心阿头来祈祷，至关荣耀的天父上帝，听从慈悲的主耶稣基督，真理保惠师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阮敬拜阿罗你。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你知阮的卑微甲软弱，也知阮的欠缺甲需要。你省察阮的举止甲言行，也深知阮的心思甲意念。感谢你带领保守阮一礼拜平安经过，恳求你因为你的慈爱赦免阮的亏欠，因着你的信息加你的保护，加砍阮的罪孽。恳求你用施恩的双手。将阮的罪一尽洗除。主啊，感谢你组织兄弟姊妹来到你的圣殿，你敬拜。感谢你为阮被抬献祭十架赎罪，又互阮脱离咒诅，彰显大能荣耀给我，较赢黑暗死神的关系，赐互阮新的生命甲水的愿望。恳求你伫教会中做王掌权。赐予阮刚强甲得胜，除去一切的不安、失望甲灰心，赐予阮平安、信心甲力量。主啊，只是恳求你将你的话赐予阮，互阮更较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你将你的话感化阮，互阮拢通下你的欢喜。恳求你，互阮将你的话藏伫心内，诚做阮生活的真准则。免得阮得罪你，感谢了你的恩典。愿咱的同心合意，感恩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圣歌队要用周军十架来带领咱敬拜。恭读上帝的话，伊在伫出埃及记17章，下面对第1节读到第7节。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安尼讲：以色列人全体会众顺坦上主的命令，对神的旷野一站一站向前行。因伫非利丁节营，伫遐无水通啉，人民甲摩西吵，互阮水啉。摩西甲因讲。恁是安怎伫甲我吵？是安怎伫试探上主？人民伫遐真喙干，爱要啉水，就埋怨摩西讲：你是安怎带阮对埃及出来？是要互阮甲阮的囝儿前生拢喙干死是无？摩西就求告上主讲：我要安怎对待遮的人民？因差不多要用石头甲我钉死啦！
上主甲摩西讲：你带以色列规个长老行去人民的头前，你的手直举进前拍尼罗河的管影。你去，我要伫河烈的石盘遐徛伫你的面前，你拍迄个石盘，水会对遐流出来，互人民啉。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做，因甲迄个所在叫做玛撒，嘛叫做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甲伊吵，搁试探上主讲，上主嫌有伫咱中管中间。讲到今日敬听的老兵的牧师要甲咱传讲的信息是水。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感谢你的听，因为你时常包围阮，真做阮的祝福，互阮踮伫每一日、每一个时刻，拢体会主你有教义的恩典，踮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你也将你的话赏赐互阮，互阮通过这话语，阮得到帮助，也得到新的气力，互阮会当勇敢向前。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弟兄姊妹平安。最近大家拢有感受欠水，搁欠啥物？欠卵。大家应该拢有即款的感受。欠水可能也无一定遐尼明确，但是欠卵敢若是一个真明显的代志。听讲即马要抢鸡卵是爱早起，还未开店进前就爱去全联排队啊！所以咱欠足侪物件，为什么会欠？当咱面对欠水甲欠卵的危机的时阵，咱会开始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欠？当然，媒体会讲啊种政府的问题，但是咱若搁详细去观察，咱就会发现，全世界的气候在变迁，全世界的环境在改变。地到有一寡咱过去真惯势的生活开始受到冲击，也受到影响。也就是讲，伫这段时间以来，毋知有几十年的时间，咱活伫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伫这个稳定的世界中间，咱会感觉到摕到这些物件是应该的，会当得到济欠缺的物件，这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因为安尼，其实咱真欠缺踮伫旷野内面的经验。当咱每一摆读圣经，读到伫以色列人踮伫旷野的时阵，咱无一定有遐尼深的了解，嘛无一定有迄款真直接的感受。但是现在，咱的世界，无论是欠遮侪物件，也是踮伫战乱的危机中间，可能咱已经开始爱学习进入一个旷野的世界中间。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伊无直接入去迦南地，伊踮伫旷野踅真长的时间。到伫这个时刻，有一日摩西接到消息，有人来埋怨啊！伊讲摩西，百姓无水通啉，百姓无水通啉，啊，已经量要无法度搁控制啊！摩西听到这个消息，伊心内底其实真着急。但是伊嘛袂当表达出来，心内底是着急，但是袂当表达出来。踮伫伊的心内底，嘛咧问的是：上帝啊，敢今仔日阮爱拢踮伫遮灭亡吗？上帝啊，到底你的心意是甚物？一方面，伊安尼上帝，伊嘛咧甲上帝对话，嘛咧上帝埋怨；另外一方面，伊也定心去想。过去咱到底安怎行过来？当咱出埃及了后，就拄着啥物？隔壁迄巴岛，经过红海，了后，开始咧查啥物？经过红海，开始咧查无物件通食，所以无物件通食，上帝就互因有物件通好食，一站一站，渐渐咧牵线到伫遮。这个所在叫做利非定，因拄着无水的考验。摩西心内底一定会想：啊，咱自出埃及了后，过红海，佮经验遮尔济上帝的恩典，减讲现在上帝袂阁供应咱吗？
伊心内底嘛咧想即个问题。所以，当遮个人的声音、遮个人的埋怨来到伫摩西遮的时阵，伊会直接回答是：恁是安怎咧吵？恁到底是安怎咧试探上主啊？当然，摩西想要唤起遮个人重新去想咱捌经验的稳定，但是这个答案咱敢会满意？这个答案咱敢会满意？至少以色列人袂满意嘛。以色列人袂满意，因为什么？无论过去咱捌经验什么款的稳定，经验什么款特别的新者，现在无水就是无水。现在无水通啉，现在无水的状况就是爱，我必须爱灭亡啊！所以现在无水就是无水嘛。所以因心内咧一直咧埋怨，你讲爱阮信靠上主，你讲爱阮莫有埋怨，但是无水到底伫对？旷野的温度一直咧变化，对真悬温到伫低温，逐日拢咧改变，欠水会有啥物情形？若是无水通啉真久的时间，会发生啥物代志？可能会死亡嘛。医生搁较清楚啊，可能欠水就开始你喙会足大的，开始打嗝，然后心跳愈来愈紧。当心跳愈来愈紧的时阵，心内底就有愈来愈压杂，愈来愈侪埋怨开始要走出来。所以无论心内底安怎确信讲上帝会帮助我。现在我踮伫身体顶面所拄着遮的软弱、遮的艰苦，我就是爱水。这已经赢过心内底佮对上帝的信靠啊！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咧埋怨，因的埋怨也咧表达一件代志：每一个人心内底会惊吓。当整个以色列的信仰团体内面，每一个人拢踮伫这个惊吓的过程中间，因就开始生气。因开始想要来反抗，开始讲为什么要甲阮带来遮？咱过去踮伫埃及，毋是真好吗？为什么要甲我带来到伫遮？摩西陷入一个真困难的状况啊，真困难。伊想要鼓励大家，但是伊家己嘛安怎？伊家己嘛无水通啉，敢毋是？共款，伊家己也无水通啉。连伊家己拢用要无法度搁自在为调，伊只好上帝祈祷讲：我到底会当怎样来对待遮的人民啊？因已经差不多要用石头甲我钉死啊！这敢真呢？至少咱踮伫经文内底，敢若看袂出来。但是表达一件代志，摩西心内底共款嘛咧埋怨。摩西心内底嘛共款咧埋怨，伊嘛真着急，因真期待讲，上帝你赶紧来解决，无吼，我未好，我未喙焦死，遮个人已经准备摕石头要甲我钉死啊！这个惊吓对一个人开始咧探伫整个的信仰团体内面，无水等于是无性命，埋怨哀求的声音，一直期待上帝会当伸手来拯救。今仔日的咱踮伫旷野的内面，但是咱真罕咧去经验，嘛真罕咧想象讲，咱确实伫旷野。昨感谢稳中牧师伊的公主结婚，侪人，我讲为虾米要感谢？因为当咱侪人聚集点伫遮的时阵，提醒咱一件代志。毋知咱还阁有印象无？这应该是这2-3年来伫疫情中间的头一场较侪人的婚礼啊。总算咱会当有较侪人做伙组织，无过去2-3年来可能拢是真少人，敢若亲族组织踮伫遮，连食饭嘛敢若亲族家己一家2家的人踮伫遐食饭，所以咱踮伫遮有侪人相见证恩迪甲莹莹的婚礼的时阵，咱也阁一摆看提醒咱一件代志。是啊，疫情若亲像真正行到另外一个坎站，
但是当咱行到另外一个坎站的时阵嘛，过一摆咱需要转去想，过去咱到底经验过啥物？咱过去捌经验的是啥物？一定爱挂口罩，所以无口罩的时阵就安怎？开始咧员工口罩无够，开始咧冤继续落去，搁咧冤啥物？疫苗无够，开始搁冤讲疫苗无够，搁来咧，快筛无够。咱有发现无？咱埋怨的经验甲以色列人是共款的。咱嘛一直咧埋怨，当咱拄着真大性命中间的惊吓，踮伫即个抗疫的时阵，一个的南关拢递到，咱会一直咧埋怨。当咱经过一站，是上帝有恩典，上帝有恩典，互咱有喙安；上帝有恩典，互咱有疫苗；上帝有恩典，互咱有快筛。但是经过了后，搁拄着后一步的时阵，即摆欠两，搁继续安怎？搁继续埋怨。咱就是一直不断踮伫即个循环的中间，咱才会发现，原来以色列人圣经的故事所写的，甲咱所拄着的完全是共款的。咱也踮伫即个埋怨的过程，然后即个埋怨为什么较严重？是因为伊已经影响到伫人的性命，已经影响到人的性命。过去2-3年来，咱踮伫惊吓的中间，无挂喙安，咱真惊，咱会得着。咱会得着了后，咱嘛开始咧惊讲，我到底会个我的身体会发生啥物状况？我会影响我身躯边的人无？所以咱愈来愈着惊，愈来愈埋怨，这个埋怨不断的影响咱家己，也影响咱四周围的人。毋那是安尼。踮伫每一个行业中间，伫这2-3年来也拄着真大的困难。最近我甲一个青年人咧对话，伊就踮伫这2-3年来受邀请，到伫一个社福机构内面担当主管的职务。但是伊甲我分享讲，当伊确定讲这是上帝的呼召，爱伊去服侍，爱伊去鼓励一人的时阵，3个月了后。迄个邀请伊入去的头家离职，就换头家啊！所以当伊换头家的时阵，伊忽然间发现，咱的现在所讲的，我所爱做的，甲一开始完全无共款。无共款的头家有无共款的想法，伊必须爱满足无共款头家的期待。但是下面的人，每一个人想法嘛，完全拢无共款，无法度去适应，就一直踮伫迄个困难的中间，伊心内底一直。有真大的埋怨，讲上帝啊，为什么你爱我来遮？伊咧甲我对话的过程中间，伊也咧讲，老实讲，伊真想要辞职，伊想要离开现在这个工作，但是伊嘛转来问另外一件代志：如果伊确信伊来伫遮服侍是上帝的呼召，若是安尼，若是上帝无甲我讲。我敢若无法度凊彩讲我要离开嘛，所以伊甲我伫咧对话中间，伊也真坦白，伊讲踮伫祈祷的过程，伊逐日拢安尼祈祷，上帝啊，求你互我听见你的声音，求你互我明确的指示。但是当伊每一摆祈祷的时阵，伊拢听袂到，伊拢哪亲像听无上帝的声音，所以伊心内底愈来愈看虑，伊愈来愈看虑，到底。答案是啥物？到底我心内底这个摇疑是要安怎？所以伊的惊吓嘛，致到伊一直咧埋怨，这个埋怨嘛影响伊所陪伴者的服务的人员，所以规个团队陷入一个真困难的处境中间。咱看到一件代志，惊吓、烦恼、埋怨，会对一个人影响到整个的团队。伫这个整个团队拢受到这个问题所影响的时阵，伊就一直拖出去，一直拖出去，致到规个信用团体也拄着真大的困难。这是咱所面对
上帝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咧一步一步带咱的时阵，咱所会拄着的考验。类似的画面，可能嘛是咱每一个人人生中间捌行过的。咱拢知，咱有上帝的恩典，甲咱三弟弟，所以咱会经过一摆搁一摆人生的风波。但是生命一直向前的时阵，咱伫无共款的年龄，伫无共款身体的状况的时阵，咱也会拄着新的考验。咱会愈来愈软弱，咱会愈来愈有机会拄着病痛，咱有挂虑的代志愈来愈多。至到咱的埋怨就是上帝啊，为什么你要互我拄着这个艰苦？为什么你要带我踮伫遮？这毋是干那咱，摩西嘛安尼。这毋是干那咱所拄着的。摩西共款，伊正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另外一方面，伊也正做因的牧者。正做领袖，伊爱清楚知影上帝到底要带因往对行，爱真确实完成上帝所交代的任务。但是正做牧者，伊也必须爱去体会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软弱，伊需要支持大家，伊需要鼓励大家将眼光转向上帝。但是摩西犹原是人，摩西犹原是人，伊需要倚靠上帝。摩西犹原是人，当伊也踮伫这个困境的时阵，伊心内底嘛有真侪怨妒，嘛有真侪惊吓踮伫伊的心内底，就伫这个打扫无水的所在，伊不得不向上帝埋怨，嘛不得不这是伊的祈祷。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吧，啊无我真正要互遮的人啉死啊！上帝讲话啊，上帝讲啥物？上帝对摩西讲：你带几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做甲你做伙，行伫百姓的头前，啊手内底吼爱摕着你进前迄个拍尼罗河迄支拐啊，你去，我要伫河烈的石盘徛伫你的面前，当你拍迄个石盘，水就会对遐流出来，互人民通啉。这是上帝咧讲话。对每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来讲，听见上帝的话是重要的。所以摩西遵照上帝的话，带几个人做伙行往前，行到伫河烈的石盘遐，照上帝所讲，摕迄支拐啊，安怎？甲伊拍落去，拍落去了后，几秒钟，慢慢有水对石盘流出来啊！咱会当想象，当遮个人看到水的时阵，安怎讲？水呀，是水呀！所有人欢喜咧看，讲是水呀，真正有水对遐流出来啊！现在咱有水通啉，咱身体顶面的喙焦会当得到满足，咱心灵的喙焦会当得到满足，咱生命中间一切的喙焦踮伫遮，会当得到解决啊！对迄个石盘一直有水沁出来，这个水咧表达的是上帝永远甲以色列人同在。上帝永远袂捌离开咱，上帝就是迄个赐咱活命的真神。所以遮个领袖真欢欢喜喜，当到伫百姓遐，当所有的人现在啉着水，感受着水所带来甘甜的时阵，敢还阁有埋怨？所有的埋怨拢消失啊！所有的埋怨拢离开啊！因清楚知影上帝甲因同在。但是圣经还未停到遮，圣经第7节对咱讲啥物？伊甲迄个地号名叫做玛撒，阁叫做米利巴，
因为什么？以色列人甲伊吵，佮试探上主，讲上主兼有伫阮中间。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要安尼写？要互咱诚做纪念，爱纪念，踮伫每一摆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捌埋怨，咱捌上帝讲，啊，你敢有踮伫阮中间？伊真清楚写踮伫遮，为着要提醒世世代代以色列人讲，上帝是咱永远的主，伊永远袂放杀咱。这个水带互人性命的愿望，这个水也带互摩西继续行落去的勇气。咱若对出埃及有小可的了解，何烈这是什么所在？何烈山就是摩西一开始拄着上帝的所在，所以上帝爱伊去到当到伫遐，看讲伫遐有水要流出来，也就是讲摩西，请你当到我呼召你的时，请你当去到伫我将你放伫以色列人中间，将这个使命、将这个任务交伫你的时刻。当咱每一摆咧埋怨，当咱每一摆毋知影要安怎办的时阵，上帝会提醒咱，当到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捌叫咱的时，无论是咱生命中间愿意要接受洗礼的时，无论是咱愿意回应上帝、愿意参与踮伫什么服侍的时，上帝邀请咱当到伫遐，当到伫遐的时阵，咱要看见有水要流出来。水是什么意思？水是生命。当这个水一直咧流的时阵，也代表讲咱的生命是活的，咱永远会当向前行。后来，他拄我甲大家分享，迄个少年人，伊继续咧与我分享。伊讲，一开始伊确实踮伫祈祷的时，将内心所有的不满、所有的埋怨，一直咧向上帝讲。伊期待上帝赶紧回答伊，啊！但是伊安怎拢听袂到，日子搁一天一天咧过。当伊一直咧埋怨，一直听袂到声音，一直听袂到上帝的指示。当伊一直咧行的时阵，忽然到伫有一日，伊甲我讲，有一日毋知影为什么，伊改变了。伊讲对迄个埋怨，伊转到伫讲，即个今仔日伊的祈祷却真做真卑微、谦卑、恳求上帝讲，上帝你敢会当指示我一寡物件？但是这个转变了后，伊继续讲，我永远听无上帝的声。但是最后，伊家己转变，伊讲，若是上帝你无爱我，真明确离开遮安尼，请你帮助我，互我好好踮伫这个困难中间学习吧。请你好好互我踮伫这个困难中间学习。这个学习是去看上帝到底在做什么。这个学习是，互伊继续去听，到底伫伊的生活中间有啥物款无共款的声音，也互伊学习去相信讲，伫人生的每一站，拢有稳定要甲伊相同行。读这个故事，咱拢会期待讲爱有神者。确实，上帝有放神者，因为伫无物件通食的时阵，上帝互因物件通好食。踮伫这个无水的时阵，阁有水流出，所以咱定定会期待讲，我信主了后，我敢会当得到神者。毋过，踮伫希腊文，虽然咱这是旧约，但是踮伫希腊文新约的内面，神者的意义是记号。是记号，是 signal。踮伫原文希腊文伫新约内面所讲的神者是记号。啊，为什么
会翻译做神者，迄是翻华语的时阵，咱用神者来表达。啊，如果这是记号，安尼意思是啥物？如果是记号，伊所要表达的是，咱毋是去期待迄个超自然的代志发生伫咱的生命中间，因为无物件通食的时阵，上帝互咱物件通好食，但是食的物件永远安怎会有食了的时。无水就互我水，但是食的水有可能到后一站，咱阁拄着共一个问题。所以，所要表达的物件是，咱去看这个记号，这个记号是要纪念，这个记号嘛为着要引带咱继续向前，也就是讲，神者是要帮助咱搁较明白上帝怎样要带咱向前。石盘，咱对石盘的理解，咱嘛真愈来愈清楚，就是上帝永远甲咱同在的应允。所以，无论咱踮伫什么款的时刻，伫生命感觉绝望的时，伫这个世界充满混乱的时，石盘流出水，咧代表的是上帝永远存在。上帝永远存在，上帝永远甲咱同在，上帝永远互咱向前的愿望。所以，这个生命的水已经围雷踮伫咱的身躯边。这个生命的水嘛，一直帮助咱，带咱向前行。这段时间，咱修理足侪物件，所以侪人嘛开始咧问：啊，奈过去拢无感受到教会有遮尔侪需要修理的物件？这也是一个现象。若是这是神者，如果咱确实看见，无论是修迄百度、修理十字架，这是神者同款。咱嘛爱去看的是，上帝透过遮的记号，要互咱看见什么？咱有发现无？上帝踮伫咱还未开始要修理，也是拄着困难的时阵，伊早就已经拢准备好，人踮伫遐，已经段老师要修理啊。或做兄要修理十字架啊，人拢已经备班踮伫遐，所以这个记号咧提醒咱，上帝永远存在，踮伫教会内面，踮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间，上界重要的是上帝永远存在，毋是靠人的财物，毋是靠人的计划，毋是靠人的判断。是上帝咧带咱向前，一站一站，一个困难一个困难，一直踮伫围雷踮伫咱的身躯边的时阵，伊咧甲咱讲一件代志，这就是生命的活水，是水。这个水已经流伫咱的生命中间，带咱经过每一摆的困难。当然。踮伫向前的过程，有平静的时，也有拄着风影的时。但是，上帝是咱永远会当倚靠的石盘，这是主的应允。摩西甲以色列人同齐行伫这条路，一站搁一站，到伫今仔日的咱也同款，一站搁一站，咱一定会经验到上帝。咱一定会看见上帝的主权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彰显出来。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是水，无水，一滴拢无；无水，喙焦窒息，心跳加速，专心无气力。为什么我要伫遮？为什么我要听信迄个人、迄个神啊？是水啊，对石盘流出来；是水啊，透生命的看；是水显出伊的同在。敢有需要搁问吗？敢有需要搁埋怨吗？
敢有需要搁试探吗？咱的人生会有侪侪疑问，咱的人生会有侪侪埋怨，但是上帝永远存在。这个水已经流伫咱的生命中间，带咱向前。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成做咱的回应。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咱一个吟就好。住伫抗旱无水的所在，你有缘交阮每一个人三伫地。伫旷野、伫欠缺的时刻，你有缘无离开阮大家。主当阮带着阮家己的软弱、阮家己的埋怨，
阮家己坐坐生气不满来到伫你面前的时阵，你犹原存在，你无放杀阮大家，甚至用这个水继续充满踮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的生命虽是欠缺，总是永远袂失去希望。虽然踮伫困难，但是永远知你会引带阮。愿主继续带领阮大家，将阮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苦交伫你面前。愿主安慰，愿主引带，愿主互阮会当徛伫石盘顶，永远唱出欢喜的歌。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咱来看几项教会的消息报告。咱的圣经学堂读到使徒行传第4章23节到37节，也请咱会当踮伫拜三伫线顶，咱会当做伙来看吼。咱等下踮伫第2、2礼拜后要召开中职会，所以嘛，请咱的中职同工会当做伙来参与。后主日第2、2礼拜后，财务部要办财务训练，所以嘛，请咱遮的同工会当做伙来出席参加。因为要统计迄个中昼的面档吼，所以嘛，请咱踮伫拜四进前会当来确定遮的出席的人数。好咱昨嘛真欢喜，为着恩迪甲莹莹吼，稳重牧师的公主来举行结婚礼拜，因踮伫后壁，要感谢大家，咱拍婆嘛恭喜因。好，另外一件就是美书传道吼，林碧堂传道甲美书传道今仔日下晡要踮伫台中的复兴教会红木甲就任王美书传道吼，所以等下
王传道甲咱小家会做伙代表咱的教会前往去参与。好啊，今仔日咱真欢喜看见迄个张振明牧师的囡仔，因全家转来伫咱中间吼，伊头前遮。好啊，阁有有生牧师因全家，即摆真正是全家连囡仔、查某囝拢有转来吼。好啊，阁一位子轩。我先讲我带大汉的囡仔。好啊，我做以上的介绍甲报告，咱等下礼拜煞会当继续请安吼。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是伫出埃及记的17章的第6节。来，你去，我要伫何烈的石盘遐。徛伫你的面前，你拍迄个石盘，水会对遐流出来，互人民啉。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做。出埃及记17章第6节，好一摆。你去，我要伫何烈的石盘遐徛伫你的面前，你拍迄个石盘。水会对遐流出来，互人民啉。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做。出埃及记14章第6节。上营来吟落尾条的诗歌，正是392首，俄勒上帝万福本源。来吟诗刷，请牧师为咱作导。受上帝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点伫恁的生命中间，互咱不断经验主的恩典到永世代无煞。阿门。